很多同学在弹即兴伴奏时，右手旋律弹得非常顺利，但左手除了跟五根之外，很难弹出其他新的花样。很羡慕一些丰富的流动长爬音，一些低音的轰炸，以及加入大量的7、9音。其实我们的左手律动肢体并不难，底层逻辑就是可以加入7音或9音，搭配3音和5音交替弹奏。想要更加流行，就要改变节奏型的密集程度，节奏越密集，听觉效果越流动。之前的我们可能只会这样弹，只会这样简单的根音、5音、根音交替弹奏。我们通过改变节奏来听一下更好的律动效果。